周身酸痛唔好忍，立即用海山華佗活絡油或鐵打止痛膏。佢對腰酸背痛、頸緊膊痛、鐵打扭傷、運動抽筋特別有效，不論新舊傷患，搽一搽效力直達萬處，而且氣味清香，成個人精神爽利。海山華佗活絡油古方配製，成分天然，通過加拿大 MPN 認證，值得信賴。海山華佗活絡油，鐵打聖藥，一搽見效。Tridel 精心打造嘅 Royal Bayview 已經開始入伙，僅餘少量 Fairway Collection 特大單位，讓你專享度假式生活。豪華府邸格調高雅，親臨體驗見證非凡。Royal Bayview 綠茵求道，一步之遙，請即預約參觀示範單位。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總決賽12月1號晚喺萬錦市希爾頓酒店及會議中心隆重舉行，8位候選佳麗積極備戰，力爭成為夢想舞台嘅最佳女主角。現場觀眾更可以參與投票，揀選你心目中嘅最上鏡小姐。你嘅一票可能就係選出本屆得獎佳麗。購票詳情請瀏覽大會網頁 www.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或致電416-274-1188。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最上鏡小姐誰屬競猜遊戲及最上鏡小姐獎兼至尊贊助，士嘉堡 Kings Cross Hyundai。即係演藝界咧係好需要一啲唔同嘅新面孔啊！一呼一吸，全部都係判斷。每個台詞只係講一次，我希望大家好信。選角星期日下午5:05，新時代電視一台。你有冇體力？加埋體力，我哋要踎低係啦。咁要有手眼協調啦，要計算喎，我哋有尺嘅喎，要計數嘅喎。4 cm 喺上面，唔係 cm 嘅，我哋講分數嘅，唔係 cm。分咧就係英寸嚟嘅，1寸咧有100分。我搞掂啦，可唔可以幫我評一評分？係啊，係咪要扭咧？點解你剪嘅時候唔會彎啊？一日打工限定，星期六晚上8:05，新時代電視一台。緊貼家事國事天下事，由新時代電視與加拿大中文電台共同製作電視節目《時事直擊》，為公眾帶嚟最熱門嘅資訊同社評，由時事評論員作深入剖析，探討地緣政治同政經界嘅最新動向，助你掌握世界脈搏，提升新聞觸覺。逢星期四晚上9:50，新時代電視一台《時事直擊》，同你一齊討論最新時事熱話。以下節目部分內容或鏡頭可能會引起觀眾不安，敬請留意。